歡迎嚟到 Mateys Play，我哋一齊 play 一 play。今日少少時間就嚟到海港城睇呢個 Bandai Namco 嘅展。呢個展覽由3月27就已經開始，今日先有時間過嚟睇下，仲有啲咩可以買。大會官方網頁嗰度仲寫咗話有2種嘅集印卡，吸引仔攞獎品就已經冇晒啦，要去到4月中先再有。但係啲集印卡都唔係樓下就已經見得到喎，要進入海港城上3樓。沿 LCX 方向一路直行，見到呢個牌，即係你行啱方向啦，可以繼續行。進入 LCX 之後，繼續向前行。見到呢組 Ultraman，再繼續向前行，就差唔多到㗎啦。嚟到呢一度就可以攞呢一張卡去吸引啦。當你攞到呢張卡嗰陣，如果按照佢上面寫嘅話，由第1個點去到第5個點，按順序去集郵嘅話，我係要行返出去海港城出邊，重新行一次。我建議大家可以直行去第2站，然後再行返轉頭3、4、5，再出返去1，而我就偏偏順咗佢，又出返去外邊，由1開始行。咁就吸咗第1個印啦。第1站都比較多嘢睇，睇完就去第2個站。第2個站係海港城天台嘅位置，一轉身我哋就見到5檔嘅路飛，同埋海賊王聯成 NBA 最新嘅產品。落返嚟冇耐就見到第3個位，打埋個卡就可以出返去第4個位置。第4個位係 Ultraman 嘅。
後就落返去第5個位，係購物區。除咗某啲限量貨品賣晒之外，其餘仲有好多產品可以買。今日嘅快閃 Bandai Namco 展就嚟到呢度啦！鍾意呢條片嘅朋友仔，歡迎 Like、Comment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想嚟睇呢個展覽嘅朋友仔睇啦！下次見。